林业署要提醒民众，这清明备忘若总有烧香点火，就要注意，唔通引起火灾。水利署也讲，今年春雨有较少，目前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的水情灯号是青灯，这代表讲就要加强这水源的调度。目前估计清明过后，因为这西北雨也讲黄山啊雨会当改善这欠水情形。因为山坡地冲到天顶，这是2021年4月伫南投溪里乡发生的森林大火。平常时咧做森林保育、巡逻、防灾工课的森林管护员高仲凯也爱参与拍火，因为大火真我市区，伊想起过程也是感觉真紧张。鱼池大火这个，我觉得它比较难救的点是在于它的保全对象比较多，包含学生，包含一些乡民，那甚至是包含我刚刚讲的电塔的部分。林业署办展览，用活动装置宣导预防森林火灾。林业署统计，台湾森林火灾97%是人为造成，若个拄着可花，火就如何拍花。林业署讲，清明进前天气打扫，民众备忘可能会用到火，为了避免墓仔埔附近着火烧，林业署今年也会用细胞感信来提醒民众。预估说这个哪些地方呢？就是长期干旱，那是一个森林火灾的高风险地区，灾防细胞的那个告警简讯那让民众知道说，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森林火灾高风险的地区，那特别要注意不要去用火。另外，水利署也表示，今年北部地区春雨较少一丝啦。目前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的水情灯号是要加强水源调度的青灯。加在前几天因为方面通过，台湾各地头有熊熊上大雨，状况有小可改善。北部水库像石门水库、翡翠水库、到宝山水库。这几粒水库水量拢有减少。3月28到今仔日会早7点落的这盘雨，总共有1908万吨的这水流入去咱的水库。水利署讲，这几年受气候变迁的影响，水情较歹按算。估计清明过后，因为西北雨、黄山雨欠水的状况通转好。不过，时到电都要注意极端气候，雨水敢会落收熊收过细。水利署表示，已经有通知各地因应做好监测加设备的检查，避免短时间内会将准雨做大水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